对于正在收看电视节目的你来说，我们可以说是社会上幸福的一群，有人爱，有人疼。不过，对于许多流浪汉来说，连栖身之所都没有，更别说能吃得饱、穿得暖了。为了协助这个弱势群体，首都一个社区行动组织香鸡厨秉持着助人不分疆界的原则，每个星期天傍晚出动义工，分批到市区大派食物，为流浪汉送上爱心晚餐。 香鸡厨是由克切拉佛教中心的精神顾问、备受尊敬的詹杜固仁波切所成立的，也是一个专为流浪汉和平民提供免费膳食的民间福利机构。香鸡厨从2年前区几名义工只能派送20袋食物，到现在规模已经慢慢发展到几十名人手，每周派送的食物量也增加到400袋。 不过，派食物只是一个初步的桥梁。香鸡厨未来的目标，就是要在市中心设立所固定的培训和服务中心。除了可以每日供应食物，也提供心灵辅导，甚至作为流浪汉的临时庇护所，鼓励他们重新建立尊严，与社会接轨。We want to offer the homeless saying that okay, you can use our building as a temporary address. You can come and have a shower, and you can even change to have fresh clothes, so you can go to work. So we want to help them to get started because it's a vicious circle. You know, without a home, they can't get a job, and without a job, they can't get a home. So we would like to be their temporary home, so they can use our address, get a job, get counseling, get even training. 每个礼拜天下午4点左右，不管是晴天或雨天，义工都会聚集在许兰莪万达镇的这所服务中心，包装和准备食物。 当热腾腾的饭盒送到以后，义工就会把饭盒、干粮、面包、矿泉水等包装起来，而这些食物大多数都是赞助商或者好心人赞助的。这里的每一包食物，除了有饭盒和干粮以外，还包含了义工们的一份爱心。他们都希望当流浪汉吃起这些食物的时候，能够感觉到这一份关心。为了让义工做好基本的心理准备，在出发前会有15分钟的汇报会，让参与的新旧义工了解必须注意的事项，例如不可以在流浪汉的身后给他们食物，因为这样会吓着他们。其实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，因为因为你去过了几次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大概会遇到怎样些的一些人啊之类的，所以又有一些准备。有的就不爱说话，有的就有的就不正常的，那有的就会好像滔滔不绝，一直跟你讲他的故事啊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只能给东西食物他们吃，就帮不到他们，就是至少有个人听他们在诉苦这样。 不说您不知道，义工们除了要献出宝贵的时间以外，也要出动自己的轿车执行任务，可说是出钱又出力。目前这个组织最缺乏的就是资金和人手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会有更多善心人加入这个大家庭。八度空间陈宝燕专题报道。